民企唔掂，拆福布斯招牌。民企風暴越刮越勁，連福布斯嘅招牌都俾佢哋狠狠地拆落嚟。幾間曾經入選中國最具潛力企業，唔係停牌就係業績走樣。2010年同11年都有入選嘅澳優，上個月唔報業績玩停牌。雖然強調財務狀況 OK， 但個 CFO 早就喺舊年9月跳船啦。其實澳優股價一直偏軟，上市價4蚊到停牌前1個4毫6，足足唔見64%。2010年上榜嘅創益太陽能，上個月底有高層做唔夠5個月就劈炮，而且2月個中期業績由盈轉虧，竟蝕6億人仔，輸晒2010年嘅盈利之餘，仲拖累股價暴跌啦。今年上榜嘅都唔多掂，天倫燃氣下半年順利大倒退，全年僅僅多賺1成，得8273萬，但係行政費就成3653萬，收入增長遠遠追唔上，業績冇法子唔走弱。而舊年7月先上市嘅順豐光電，話就話受貨運量增加拖累業績，但係負債大幅飆升，現金得返1億2千萬，短債就勁漲3.7倍到7億3千萬啊！應收賬增5倍至5億2500萬，淨負債率升到130%，邊有運行啊？